前总统陈水扁后生陈致中因为洗钱案被判刑1年，5月11就要入去封关。陈水扁今下晡就去到总统府口前交这请愿书，强调洗钱防治法的本意是要防止人洗钱，唔是防止人参选。总统府表示讲，已经把这请愿书交予秘书长林佳龙，相关法案尊重立法院的技术讨论，也尊重司法，无要评论司法的个案。 资料关押到总统府头前递交请愿书，前总统陈水扁后生民进党高雄市议员陈致中，因为洗钱案被判1年确定，10月1号将会立案服刑。对此，陈水扁强调，伊重返开刀是为了要行使这世人第一遍的请愿权，讲洗钱防治法立法的意志是为了要防治洗钱，唔是防治参选，而这么完全误会当初的立法宗旨，若无讲竞争保护，也违反比例原则。这样对吗？ 这样合理吗？难道我们更生保护是假的吗？是不是？除了工钱废掉，更生保护也废掉，不要再自欺欺人。陈水扁亲自向总统府行政院甲立法院党团提请愿，也进一步讲，这卖洗钱防治法是2005年以任内3读通过法案，不过迄当阵时间较赶，内容包山包海拢是斗起来。 洗钱防治变做参政防治、参政剥夺，有正大的问题，要进一步了解。民进党在地方选举显得不理想，前后20天就提出这样的一个选罢法修正案，而且还是抄总统、副总统选罢法，那么草率，难免思虑不周。 对这边请愿是不是违反保化就医的规定，台中监察讲已经派人去现场了解。对，我们有派同仁上去做采证，了解他的一些言行啊，还是要等我们这个人回来之后才能做一个判断。针对陈水扁请愿的代志，总统府也做回应，接受请愿资料第一时间就交予林佳龙秘书长。伊讲，但前总统关心的相关法案已经伫咧立法院审查。 总统府尊重立法院的议事加讨论，因那关乎司法的个案，总统府以上的立场是尊重司法，无评论也无涉猎司法的个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